过来这件发生伫个台东市，有民众伫一间自助餐买2粒便当，竟然要500块。啊，问头家是毋是会当甲汤换做永乐多？竟然还阁加20块，当事人无法度接受，抱就网，请大家来做公亲。啊，头家无愿意加讲，也毋过嘛有去伫网络顶来买货，甲对方所买的菜甲介绍一项一项列出来。买货快炒自助餐选择多搁利便，这是食外口的人的选择之一。是讲有人买了便当了，去甲铺文章。附近的相片有鸡腿、有肉、有烟钱、有饭，问讲安尼500块，你敢会当接受？甚至搁怨叹讲，想要将汤换做永乐多，讲要加20块。网友讲，安尼真正贵甲有够离经，甘愿去较远的所在买。有人惊一条讲，这个物价敢真正是伫台东，这有够咸。最贵的150到160。哦。哎，你这样有可能，这样太贵了，太夸张了。引起争议的店伫台东市中兴路2段，面对记者的问，无加讲，有留言解说。头家有说明介绍，讲猪脚、排骨、葱仔、鸡腿26，青菜卤卵70块，肉素较贵，因为是泰国式的。白饭80块，虽然干2盒，也毋过强调是消费者要求安尼煎的，物价一而起，头家想要趁钱，咱乡亲想要省钱，一个便当要500块，敢有法度接受？这度看看人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